转来看国内，婚林斗六的花型假在暗7点外，受一间银行的头前熊熊爆炸。本地掠准讲是电箱崩起，不过警方查了才发现讲是有人吊杠放炮啊，这阵是已经在掠人。人正在车路边形容传出真大爆炸声，个庆祝阵阵未显。在暗时7点半左右，婚林斗六市花型假银行头前发生不明物体爆炸，和附近的住户拢真惊吓。这样算是私自制造爆裂物，哦，这个事态严重，哎呀，那个应该警方要介入。很像电箱爆炸的声音啊，因为那个声音大到不像是鞭炮声。有现场的民众表示，第一时间以为是电箱爆炸，不过台电婚林区处出面澄清，不是台电相关设备故障。警方表示，接到民众报案了后，经过初步调查，有民众放烟火，目前已经扩大调查，监视器对查。民众释放爆嘴烟，警方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，目前已掌握可疑对象，并积极追查，以厘清案情。警方呼吁民众若报案报告伫公用场所或者路边放炮烟火，恐然违法。警方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，会依法追究办理来维护社会治安。后续若对查到，会调查清楚是毋是触犯相关的刑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